为着要落实转型正义，内政部推动全台湾的中正路、经国路改名，严格嘛引起地方的反弹，质疑讲是劳民伤财。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强调讲，转型正义是人权的问题，得爱严肃来看待，袂当讲无钱就无要推动。转型正义呢，其实是一个人权的问题。既然是人权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要严肃的对待。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，千万不要把它伪装成有钱在推动。如果有困扰的话，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，我们再来推动。那每天搞这些543有的没的哈，所以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小朋友，有点调缸哎，你越跟他讲，他越故意。那从中正路、中山路现在扩大到经国路哈，我觉得真的是目前没有必要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质疑讲内政部是调工的，批评讲国家拢无要重视照顾人民的生活。在野党嘛质疑讲政府花无钱，所以当来补助中正路改名。刘世芳是回应讲，处理将中正的雕像改名这款代志，一件是补助款上济10万块，嘛已经补助上百件路，嘛强调讲中正路改名是义务。